《山海经》里的金乌被我用锡箔纸做出来了。这是一张锡箔纸，用笔可以画出凹凸不平的花纹。如果我想做一对黄金翅膀，那不是可以这样做？首先我们画出草稿，衣服我想要这种黑金色系的，然后开始将锡箔纸沿着模板的边缘剪下，背面用画笔画出花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仿赞克的羽毛啦。做出左右两边翅膀的羽毛，然后我们再来进行组装。金乌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之一，传说在红日中就有一只黑色的乌鸦，金光闪烁。头冠已经做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让妈妈给它做套衣服。衣服采用了雪纺和羽毛的搭配。好了，我们的整体就完成啦。今天我们的模特是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海伦娜尔小姐姐哦。